買樓買新樓定係買舊樓啊？香港人置業夢，買二手樓係一個熱門嘅選擇，你又會點揀呢？陰陽式嘅牆身仲要漏水，喂，點解呢度得返2間房嘅？唔係應該有3間房嘅咩？二手樓真係唔啱我咩？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我？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品味空間設計日常。咁如果有留意開室內設計嘅話咧，相信都有留意到我哋嗰啲影片嘅作品嘅啦。相信大家咧都好好奇室內設計師平時嘅工作係點樣噶啦。今日就由我喺沙田石門嘅設計室出發，係一個舊居大翻新啊！今次同大家一齊嚟到鑽石山區地鐵站上蓋嘅熱門私人屋苑星河名居，單位都將近開工。想知置業人士買二手樓有機會遇到咩問題，就要睇到最後啦。片尾仲會有一個簡單嘅問答遊戲，答中有抽中你會有獎品㗎喎。香港好多人都選擇選購二手物業，而正在置業嘅你睇一層二手樓就絕對唔可以單睇表面啦。今次呢個3房單位又有冇存在一啲問題呢？就等 Yuna 同你哋一齊去睇下啦。見到埲牆咧有啲新舊色喎。牆身有新舊色，最擔心都係化妝樓嘅問題，背後好大機會曾經有維修或者漏水嘅情況。咁多新舊嘅問題，有時連驗樓師都難於區分啊！喂，點解呢度得返2間房嘅？星河名居主要都係以3房為主，但單位經過改動，依家就只得2房，令到戶主都失晒預算啊，更加影響到一直想購買星河名居嘅夢想家構圖。呢度咧其實都有粒粒突起泡咁樣嘅現象啦。除咗呢度之外，我哋過嚟呢邊睇下，大家望下呢度，原來呢度都有漏水問題喎。點解2個嘅窗邊都係同一個方向有滲水嘅問題呢？唔知道樓上樓下有冇共同漏水維修嘅問題發生呢？呢個問題真係要問下管理處先知啦。呢度咧就係業主新愛仔仔嘅房間啦。呢一度咧都有啲裂紋，仲會有啲水漬添。置業中嘅你去睇樓嘅時候，都會有唔同嘅理由受到阻礙。早晨都唔叫聲，時間倉促，有時仲會俾家私阻擋。呢個牆身見到佢有啲水控同埋發黑。呢個咁明顯嘅漏水位，一般人都識睇啦。依家睇到牆身仲有啲咖啡色，唔知會唔會係？我哋依家就請偵探幫我哋驗一驗啦。睇到試紙咁嘅顏色都放心啲，原來係淡水，一直擔心嘅都放心翻啲啦。其實點止咁簡單啊！喺拆卸工程進行嘅時候，仲喺廁所嘅天花發現咗一個充滿鏽跡嘅箱，到底呢個箱有啲咩秘密呢？睇完之後，一共發現咗6個地方有維修嘅問題。睇緊片嘅你，又有冇遭遇過呢啲煩惱呢？有嘅話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你遇到嘅情況。如果正在購買二手樓，又想知道有啲乜嘢驗樓嘅 tips，可以喺下面留言，我哋會俾更加多驗樓嘅資訊你。記得仲要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樓齡以20幾年嚟講，收樓之後發生咗咁多嘅問題，點解當初唔買全新嘅新樓呢？仲要買一個二手嘅單位嚟個舊居大翻新，到底係愛定係責任啊？咁就一定係愛啦！戶主喺依區居住多年，想買星河名居嘅原因，都係因為對依區充滿住熱愛，不論係生活習慣定係向往，相信想喺黃大仙同鑽石山區置業嘅人士，都會考慮買星河名居呢個咁優質嘅屋苑，想喺熟悉嘅鑽石山區入邊繼續延續佢哋一家嘅故事。而你心目中有冇心儀嘅置業屋苑呢？不妨喺下面留言，講出你心目中最好嘅屋苑啦。戶主對家人嘅愛當然唔止咁少啦。今次設計師會點樣為客戶成就佢心目中最理想嘅構圖呢？戶主一直都想將最好嘅俾到仔仔，好想俾佢喺成長嘅階段入邊有一張大書台、衣櫃、床，仲可以放到模型嘅櫃。呢啲想法一直都想喺仔仔房度呈現，但仔仔呢個窗台3尖8角，唔知道日後會唔會有特別嘅用途呢？想知就要等設計成果啦。男戶主都係愛妻好，但點樣可以俾到太太存放更加多嘅衣物呢？咁就要考設計師啦。
星河名居最出名嘅就係鑽石廳，但係鑽石廳好多人都覺得家私比較難擺放。其實間隔都冇得變噶啦。置業人士夢想家嘅空間大改造點止咁簡單啊！二手物業地區優越，面積比較實用，部分間隔隨你改動，發揮空間想象。等我 Yuna 嚟推冧埲牆，睇下有咩改變。哈！如果正在置業嘅你，現時揀緊二手樓，亦有諗過舊居大翻新，就要留意住我哋品味空間設計與日常。有興趣可以聯絡我哋，希望我哋嘅資訊可以幫到你成就夢想家。